足壇10大反骨天才球員加代表球隊，第一係羅比堅尼。曼聯以火爆脾氣嘅領袖著稱，夠膽鬧費格遜，亦都夠膽對對手下狠腳。第二係伊巴希莫域AC 米蘭、巴黎聖日耳門、曼聯、巴塞羅那同埋國際米蘭，個性狂傲，語出驚人，從不服任何人，但係就用表現征服世界。第三係迪亞高哥斯達，車路士同埋馬體會場上暴戾對抗極端，裁判頭痛，球迷喜愛，典型狠角色型嘅前鋒。第四係巴洛迪尼，國際米蘭、曼城、AC 米蘭，天賦爆炸，行為詭異，着波衫好似打波咁樣，其實表演人生。第五係卡斯辛奴，嚟自羅馬、皇家馬德里同埋 AC 米蘭，桀驁不馴嘅意大利天才，曾經多位主教練都同佢有衝突，被譽為天賦最純粹嘅壞孩子。第六係艾迪安奴，國際米蘭，巔峰時期係世界上最強嘅中鋒，因為家庭同埋酗酒嘅打擊迅速隕落。第七係保羅保巴嘅曼聯同埋祖雲達斯，造型乖張，爭議不斷，從金童希望之星到陷入藥檢風波。第八係賓艾化，巴黎聖日耳門、紐卡素、尼斯，法國足球浪子，天賦驚人，但係因為個性問題同埋體系格格不入。第九奧巴美揚，阿仙奴、巴塞羅那、車路士，速度型射手，因為紀律問題被阿仙奴逐出球隊，依然憑借天賦喺多隊能夠立足。第十奧士文迪比利，巴塞羅那、巴黎聖日耳門，遲到王，傷病體質，但係大球突破嘅靈氣十足，亦都係應屆嘅金球獎得主。